Hi，我係二玲，今日烤豬肋排。豬肋排我係揀急凍嘅，唔好揀呢種扁身嘅，要揀呢種長少少、厚身少少先有肉食。呢一排可以分2至3次。買一支韓式烤肉醬，可以叫肉檔老細1開2或者1開3切開，咁樣就唔使一次性食晒啦。解凍之後，將佢切成一條條。切嘅時候沿住排骨中間切，跟住再用廚子抹乾水分。調味料好簡單，倒多少少韓式烤肉醬，要用黑胡椒碎，唔好用黑胡椒粉。少少花雕酒辟味，再加少少老抽上色，最後落少少油，冚上保鮮膜，擺入雪櫃醃佢幾個鐘，隔夜更加好。醃好之後攞出嚟，擺多少少油，同埋擺幾粒蒜頭。空氣炸鍋180度8分鐘，反一反，再180度8分鐘。咁樣就烤完㗎啦。烤好之後非常之香。可以灑少少白芝麻，咁樣會更加好食。屋企2個肥仔最鍾意食㗎喇。